佢嚟到，我覺得好意外，忽然間就嚟到我拳館。佢係來自希臘嘅一位朋友，好多年之前曾經喺希臘上過我課，佢而家已經成為一位出色嘅教練，所以今次經過香港，一定要嚟探一探我，而且準備咗一啲好好嘅禮物，就係當地嘅希蘭特產，而且仲有一個好精美嘅木盒，好靚，但係好可惜，個名寫錯咗。Lee is my surname. Hang Chang is my second name. Given by my mom. Long time ago. 大面上，佢話俾我聽，最期望想知更加多有關於詠春嘅下盤、詠春嘅步伐，而且係靈活步伐呢個問題。如果要了解呢個情況，必須要由小念頭二字橋嘅馬開始嘅。我哋花好長時間一齊探討小念頭入面嘅內容，由下晝直到晚上。當我哋開始準備進入步伐呢個環節嘅時候，一個超級颱風正在衝住香港而來。當時已經係晚上，再唔走就冇交通工具㗎啦。呢個超級風暴好犀利，一直打咗2日。喺隨後嘅2日，我哋都冇機會一齊探討關於詠春嘅靈活步伐呢個問題。不過佢好彩，有足足2日嘅時間喺酒店好好咁享受電視嘅關於暴風消息。冇辦法啦，打風，唔好睇小打風。好多百年前，如果遭受一個超級颱風正面侵襲嘅話，往往佢可以覆滅好多條附近嘅村莊，傷亡嘅人數隨時會4位數，甚至乎有5位數。喺地中海係好少機會會出現一啲好大型、好超級嘅風暴。喺16世紀或者17世紀，歐洲人嚟到廣東就見到打風。咁犀利嘅咩嚟㗎？個破壞力咁大嘅，當地人就話俾佢聽，打風打大風，歐洲人隨即記低落嚟。哦，原來呢啲叫颱風。泰寬呢個字係西方人喺中國人身上邊學習到嘅。有趣嘅一點就係，不論打風或者係大風，本來就係中文，要從英文 typhoon 翻譯過嚟，成為今日嘅颱風。今日通常都會聽到人會話颱風，好少會再聽到打風。